来看台东县有360公顷实证改良品种的山野，其中下雪这款品种本地一担会当收800外吨。也毋过旧年风台天气又搁连绵冷、连绵热，有的果子园产量只剩1成。县政府是表示讲，虽然旧年的风台已经有申请灾损的救助，也毋过嘛请农民搁再来申报受灾状况，依照相关的规定来申请天然灾害救助。这2天气温雄降落来，台东又搁咧落雨，湿冷的天气，互当咧开花结籽的下雪山野园看袂到果子。农民讲，顶礼拜日台东才出现高温，气温一下悬一下低，影响到山野的结籽率。而且去年年底已经互风台吹断树尾，即马又搁拄到无稳定的天气，今年的收成恐惊只剩1成尔。今年就可以看到像果园这样子的状况，那个叶子其实很少，开花是几乎将近90%，问题结果率不到1成。台东有360公顷的改良山野园，其中关键的下雪山野占一半。官府表示，去年的风台风灾有100多公顷的山野园已经申请过农损的救助，今年又搁出现无结籽的灾害，敢袂当搁申请救助？该看实际结籽情形，才搁向中央提出。是否是属于同一个产季的一个作物的情形？那如果说非属同一个产季的话，那农民的部分还是可以在依天然灾害的救助规定来去申请相关的一个救助。官府提醒农民受灾山野园爱翕相记录，才搁按照规定向乡镇市公所提报勘灾。公司新闻采访报道。